粵語有本字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翳人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咁翳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WEI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《漢書·胡建列傳》裏邊就有出現啦。原句係成於用法宜，執事不翳上。話說喺西漢時期，有位守軍正丞叫做胡建，佢執法好嚴明，為人剛正不阿。當時有位監軍犯咗重罪，理應當斬嘅。咁胡建就唔請示上級，直接處決啦。咁啱先嗰句話嘅意思就係，我對於能唔能夠處決呢位監軍嘅事係有疑問嘅。但係佢犯咗重罪，死有餘辜，所以我就唔麻煩上級啦，直接執行刑法。咁樣呢，翳原意就係指麻煩人，到咗現代呢，就指求人啦。我哋可以咁樣造句，佢個人好冇人情味噶，你點翳佢都冇用噶啦。你哋 get 到未呢？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